办海基会的秘书罗文嘉之前有讲，要送2只梅花鹿予中国福州动物园。也毋过中国国台办伫昨昏时回应表示讲，送礼物的基础是爱有诚意，伊个对方个调工讲着求之求实。他们为什么叫梅花鹿？就是他们身上这个白斑像梅花一样。海基会秘书长罗文嘉进前到访马祖，讲希望赠送2只户名叫做和和平平的梅花鹿，予中国福州动物园。也毋过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伫30日行记者会回应赠送礼物的基础，讲爱有诚意，搁再提出鼓励用色。也毋过另外一方面是有个设立福州马祖产业合作园区。截至目前，福建省累计引进台资企业2.5万多个，将进一步优化福建涉台营商环境，纵深推进厦门综合改革试点，设立福州马祖产业合作园区，建设平潭两岸共同市场先行区域。前一天，福建省也推出牵涉4个领域，总共17条的对待做法，包含提供台湾民众开设境外考察便利性，鼓励台湾护理人员伫福建就业等，更加推出一个奖金的红利，想要吸引台商加民众去。最好是由产业链的产业来带动、来推动才有可能。看这个政策要怎么把它商业化，这个比较能落地啦。福建台商是讲相关的政策安怎落实，要去观察。也陆委会是指出，中国经济无好，失业率大幅增加，加上独裁专制体制无得到认同，所有的回答做法对台湾企业甲民众丧失一个吸引力，难以达到中方预期的统战效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